位好嘛？我個名叫 Danny， 係加州 Sunnytown 地區中心嘅服務協調員。係時候回顧下 Sophia 喺 IPP 面談嗰日發生過嘅事。我哋嘅服務協調員 Vinny 就喺嗰日用手冊確定 Sophia 嘅諗法，成為整個計劃嘅核心。我哋嚟睇下。好啦 ，Ramos 室家，我同媽媽傾過噶啦，大概諗到我哋可以提供啲乜嘢支援。頭先聽媽媽講 ，Sophia 想專注嘅生活範疇係家庭關係、社區參與同家中支援。我哋就由家庭關係開始啦。Sophia 最近點啊 ？Sophia 開心，好好啊。Winnie 問號，你問我，我都好好啊，因為我哋有個驚喜要俾你啊。家庭關係最重要嘅部分就係溝通啦，尤其係經歷緊變化。由於你升咗上高中，我哋覺得你會想升級，你學校俾咗呢樣嘢我哋，等你習慣。家庭關係搞掂。你講得啱，睇落好似 Clara 嘅電子密碼機，幾型喎！你試下佢啊！開心電子平板贏。哇，等陣先吓，我幫你教翻啱佢先。已選定新聲音。咁樣點啊？好啲？係。OK，咁我哋繼續啦。我見到搬去巴黎住唔再係最重要嘅事嚟喎。呢度話你想喺社區裏面揾到啲屬於你嘅嘢，呢個諗法唔錯，呢樣嘢我哋幫到你嘅。老實講啊，你想去巴黎，我真係未必有能力批俾你嘅。不過你有咩活動係想探索下嘅？家姐，偵探、書、電話。哦，冇錯啊，佢想參加讀書會。Hello，你中意懸疑小說？有冇諗過成為偵探呢？而家你有機會啦！我哋解謎專家而家歡迎你成為新會員。呢個唔止係讀書會，仲係個解謎俱樂部。我哋會睇書，會參加大會，仲會研究唔同嘅懸案添。一齊破解呢個世界嘅謎團啦！即係你想加入解謎專家？我認為咁係可行嘅。咁你哋呢？點睇啊？咁樣幾好玩咁喎，乖女。好啦，社區參與搞掂。係嘅，但係仲有好多嘢要考慮，例如係點樣去嗰度呢？解謎專家週末會喺書店聚會，我返工嗰時可以順便送佢去，只係要安排接返佢。洗手間、食物、車。哦，我哋要有人同佢一齊去啊！呢樣會係 Sophia 好需要嘅嘢。我有個方法就係揾專人協助，即係1對1嘅支援，喺日常生活嘅事務上協助 Sophia。係咪要包括埋佢嘅休息時間㗎？好似 Tito 叔叔收錢提供嗰種輔助咁？呢種係休息時間以外嘅額外服務，你本身有嘅時間係可以保留嘅。咁要幾多錢㗎？放心啦，費用由地區中心負責。我哋係同提供受訓員工嘅機構合作嘅，我可以安排約見，等你哋可以揾到最適合提供專人協助服務嘅人。呢樣就係家中支援啊！有冇人想飲啲嘢咁呢？我好快返嚟啊！媽咪做乜嘢啊？Isabel， 有咩事啊？咁嘅，我都好清楚 IPP 手冊係用嚟幫 Sophia， 但係頭先當你問到佢關於日常需要嗰陣，我發現我就係佢嘅日常需要。我唔肯定一個專業嘅專人協助人員對 Sophia 或者我哋屋企係咪正確嘅決定。你係一個好媽媽，但係你冇可能全天候陪住佢嘅。佢一路長大緊㗎。萬一有緊急情況 ，Sophia 同佢嘅專人協助人員分開咗，咁點算啊？佢哋點樣揾翻大家？又或者如果 Sophia 要報警呢，佢自己點樣做到啊？係咁，不如我哋同 Sophia 制定多一個應急計劃，加入佢嘅 IPP 裏面呢？咁即係要點做啊？即係屋企人可以買部電話俾 Sophia， 分享佢嘅位置，咁你哋或者專人協助人員，就算同 Sophia 失散咗，都可以揾得翻佢，再儲存地區中心非辦公時間號碼，以防遇到緊急情況。咁樣做，我真係安心好多。但係我哋要確保 Sophia 都贊成先得喎。你信我啦，佢14歲㗎啦，一定想要部電話嘅。OK，
如果我哋真係要咁做，就唔可以淨係揾幫手，咁做係唔夠嘅。我哋要有個計劃，以防有緊急情況啊！好啦，我哋開始啦。當 Sophia 嘅規劃團隊發現佢需要協助先可以參與社區，於是佢哋就同意更新份 IPP 去加翻一啲額外嘅服務俾 Sophia。IPP 係一份靈活嘅文件，係應該按需求嘅改變而不斷更新。記住啊，以人為本嘅計劃唔係要你將啲文件砌到好靚，而係用嚟幫手策劃更美好嘅生活㗎。